哔哩啵咯，匆匆跳跳又来了哟！下摆呀，我就来到台北市，看到小朋友啊为了表演动物杀盲蝶嘅练习咯，唔知聽錯當其他遊戲嘅內容呵。喺遊戲嘅節目地度啊，我就安排眾多精彩嘅表演咯，由幼稚園帶來嘅唱歌跳舞，唔但像安尼哦，貴少嘅小朋友為俺帶來眾多嘅唱歌跳舞嘅表演咯。接下來就幫俺跳下來欣賞佢阿條帶來嘅表演咯。第一組係幼稚園嘅小朋友帶來精彩嘅客家童謠舞蹈表演，接下來啊就幫俺跳下來欣賞佢阿條嘅演出了。第二組係名同學，我3人表演唱歌跳舞表演咯。接下來呀就向下來欣賞其他人嘅精彩嘅演出了。写个书，发一张太阳，来展示给哈嘎快乐小朋友。
準備啦，叫音就練佢，呢個念熟了，念熟了，你就咪表演，做得嗎？好，來，第一句嘛嘅，墨竹演演，面感演演，扮演演，太假團演，行演，如果一年。我們這首歌年，就是在講說過年的時候要大家在一起，然後呢還要吃團圓飯、搓湯圓，還要拜八公八婆。我們搓湯圓動作就這樣，然後眼睛很圓，因為吃到太胖了，所以臉變很圓。然後要身體孔天，要祝大家身體健康。我們在練習的過程中，你知道的動作，也知道的歌怎麼唱，結果就突然間，這個歌怎麼唱？然後明明你動作就會比，結果你的歌就不會唱。就是有時候我會念，可是我不知道那個音是怎麼用，我就寫在那個字的上面，或者是旁邊或下面。隔一天去問老師，那個音我寫這樣對不對？這樣。然後假如老師說對的話，那我回去就一直去背。練這個最辛苦的地方就是發音不標準啊，然後有時候動作又沒做到，然後有時候音準了，但是跳舞又沒做到，然後跳舞做到了，但是音又沒有很準。我們很喜歡跟老師學客語，因為老師很搞笑。雖然我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我一學很快就會，然後我學會就感覺好像又多了一種語言，很酷，然後很有成就感。可是雖然我是客家人，可是我不會講客家話。結果呢，來到客家的地方學客語，我覺得很好玩，然後感覺我自己又變得更像客家人了。旁聽兩位小朋友學習嘅神奇事情，唔要聽錯知道當神奇嗬。接下來啊，就本恩叫下嚟欣賞以下條帶嚟嘅表演咯。